Hello，大家好。今集嘅賽後點評就講下呢場深夜嘅少少西波，因為贏唔到啦。主場對住呢個韋斯咸啊。正如上一次都講啦，曼聯呢場波，曼聯呢隊波好得意啊，即係贏唔到，以為佢贏唔到水晶宮就贏。呢場對住冇咗柏基達呢位對方嘅主力嘅球隊，亦都係對方即係讓咗一個俾你嘅咯。結果亦都係先入波啦，達洛自己入球，但係最後尾就俾馬加沙呢個入波就攀平1-1，結果各得1分奉勸大家一句啦，即係為咗大家健康着想咧，因為嚟緊呢幾場波，曼聯都喺香港時間呢個深夜或者係凌晨4點鐘開波咁。奉勸大家都盡量都唔好睇啦，或者之後睇翻啲精華啦，或者係再睇翻嗰個錄播等等啦。即係可能我都係咁攞住個 remote 咧，即係飛住嚟睇嘅啫嚇。因為成場波其實都冇乜好特別嘅嘢咯，即係都預計咗係曼聯咁啊，間唔時都係咁中下咁，又係踢翻啲假波翻嚟嚇。其實呢場波曼聯未開紀錄之前，其實都有一個好險象，就係當時就呢個倒戈嘅雲比薩卡啦，落去底線啦，跟住就 cut back 出嚟。呢個馬里奧斯費蘭迪斯就一射，好在卡斯美魯呢個瞓身擋咗出嚟，呢個就係曼聯嘅第一個危機嚟嘅嚇。你見翻今場其實曼聯嗰個排陣啦，最大驚喜就應該係中堅啦，用咗呢個希雲啦，因為仲要打中堅，因為迪列治啦傷咗啦唔知傷乜啦又麥加都傷咗好耐噶啦，幾場都冇出過，結果3個中堅3後衞就擺喺馬沙拉維啦、希雲啦同埋呢個蘇爾嘅。不過希雲就即係都戥佢呢位後生仔有啲擔心，因為始終一路都冇乜機會上場啦。之前咁突然間呢場波俾佢打正選仲要打中間添。但係你冇乜選擇啦因為約羅整多可能都係擺喺右中堅嘅啫即係中間嗰個咁可能馬天尼斯都可以擺嘅，馬天尼斯但係可能都未完全話即係100%一個健康嘅人啦但係希雲就攞咗黃牌之後，下半場被換走但係平時係咪都可以即係有啲機會就換一啲嘅新仔出嚟，唔好突然間一場俾佢打正選，即係都幾驚。呢一個排就都幾驚㗎。再亦都擔心啦，迪亞魯啦安保姆啦馬沙拉維啦非洲國家杯就嚟要走即係可能踢多2場就要而家應該係7日之前，即係佢哋喺開波比賽7日之前就要去離隊㗎啦，可能踢埋嚟緊嗰2場可能估下就話之前就傷咗個頭啦離奇地受傷咗都唞咗呢場就正舒服出啦，搭住呢個單箭頭嘅斯亞斯先聽下艾莫林點講咧，就話即係有少少嬲啦 ，angry， 同埋呢個覺得好懊惱係咪懊惱咧都叫做唔知點樣解釋到真係感到一個好有啲唔開心咧，話呢場波應該係贏但係佢都應該知道啦，英超每一隊波都係相當之難踢嘅。但係今場咧有個可能大家都話，點解阿文奴咧1分鐘嘅上場機會都冇咧？係咪真係佢1分鐘嘅出場機會都唔值得咧都經常都發表言論嘅史高斯就話咧係曼聯係毀咗阿文奴佢而家都贊成你既然都唔用佢啦，不如放佢出去借佢出去啦即係無謂再即係毀咗呢位後生仔。唔知大家係咯，我又覺得係咪真係？現時都需要人用啦，點解文奴即係一啲嘅出場機會都冇，都唔知點解係咪要等啲非洲兵走晒時先仲有位咧呢個都係可能大家要話艾莫林即係，不過當然啦，可能佢真係唔中意佢啦因為你見到文奴有嚟放出嚟嗰幾分鐘你幾分鐘有時即係冇可能有咩表現㗎嘛咁你都唔俾多啲時間佢上場即係你唔識調教佢咯。
即係如果你一個廚師一個主教練，識得調教一啲球員裏邊咧，你點可能可以令到佢重生或者係即係激活咗佢噶嘛嚇？即係唔可以話佢同阿費南迪斯即係班奴啊跌咗位喎，你就唔可以俾佢即係冇得落場啦，除非乜乜，但係阿班奴就永遠都唔使換出去噶嘛嚇。其實曼聯今場嗰個入波都有少少，我諗叫幸運啦。其實當時阿迪亞路咧即係都有少少醫院波交出嚟咁啊，見到卡斯米路都係我諗尾埋咁抽埋佢啦，咁啊點知散用少少人啦，咁啊改變咗啲啲嘅方向，咁啊落個波啊正正啊變成助攻落咗喺達洛治嗰度，咁啊結果射入咗，亦都係攻入咗佢今季第一個嘅入球啦嚇。但係曼聯嗰個弊病就係當你入咗一球之後入唔到第二球特別呢個中場真係欠缺創造性，特別喺換咗幾個入嚟之後啦即係後備出嚟之後咧，好似仲更加降低咗個威力即係通常人哋你球隊換人入嚟就想增強個功力或者改變一啲嘢咁，但係好換咗入嚟，今場都換咗入嚟咧嘛，即係完全係好似降低咗，仲衰喎，仲更加衰喎咁換嚟入嚟仲冇乜用嘅，即係作用完全係冇嘅嚇。咁你話失嗰球咁啊，其實馬沙拉維都護咗一次空門㗎啦，咁啊第二次就冇計啦係咯，即係佢都叻仔㗎啦，咁但係太近啦，第二次嘅射門就俾對方入咗啦，咁阿馬加沙嗰下就咁啊1-1我諗嚟緊個冬季轉會窗都係要諗嚟睇加唔加人，但係你既然而家啲球員你都用唔到，譬如文奴你都係唔重用啦，烏加迪亦都係，不過烏加迪又唔爭氣，出到嚟都係完全好似完全係變咗另一個人咁嘛，即係降晒嚇。即係成日都要卡斯米路即係打晒全場都幾難幾辛苦係咯，我係擔心嚟緊嗰個人手啊更加緊絕，即係曼聯裏邊，即係當你冇咗3個非洲球員、非洲兵之後，特別係安保姆咯，安保姆同埋今場都有一個戳射都幾靚嘅，即係喺個眉底嗰度啦，咁啊俾對方門將托咗出去咁另外斯亞斯近門個大髀啦，咁一撞啦，咁啊跟住就古惑嘅倒掛啦，即係其實一攻勢係三個連續攻門嘅，再加埋阿班奴費南迪斯嗰個拉射都係貼住柱出界咁啊，就係好多時候就係呢啲攻勢轉化唔到入波，咁就見過就係失波。呢場波你話打和其實係我覺得係正常賽果嚟，即係甚至幾乎仲輸鬼埋添，可能1分都冇添嚇。即係呢場波唔可以話喺主場痛失2分啦1-1係正常嘅，我覺得係即係大家個軍勢都差唔多咁係啦成日都以為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即係曼聯就每五場嘅一個總結啦，我就驚下一場啫狼隊咁，雖然狼隊而家嗰個情況都幾令人憂慮嘅。踢咗14場得2分，但係正正就係呢啲球隊咧，曼聯就最驚俾呢啲球隊即係創造啲神奇嘅紀錄出嚟，有時就係明明喂今季可能就係俾對方打開紀錄嘅喎，就要作客狼隊添，即係千祈唔好俾我呢啲烏鴉口講中因為曼聯呢隊波真係好難捉摸，正如羅家英話齋真係好難捉摸。我當然都唔想見到你喺即係曼聯喺呢個狼隊身上啦俾對方即係開個今季個開齋波添今日因為比較多嘢做啲啦，所以比較夜咗少少先講呢場波。但係有啲都唔係好想講，其實都冇咩好特別講啦，即係嚟去都係嗰啲嘢，有時都唔係好想，但係又好似講咗出嚟又好似舒服啲，係咯因為都冇咩好分析㗎啦，其實都又冇咩創造性出嚟，又冇啲咩特別嘅突破出嚟即係有時只不過可能呢隊波對住呢個對手明輸又會贏啦，咁但係有時就睇唔睇都係咁㗎啦，好似即係冇乜損失咯係咯特別啲深夜波，即係大家養生啲啦第二朝睇翻咯，或者係即係咯，好似或者係用快速去睇咯，咁可能因為你如果深夜4點鐘你睇場咁嘅波咧，可能真係瞓着咗都唔定亦都係3更半夜啦。我諗你都可能全精即係聚精會神咁睇晒成場波除非一啲好刺激嗰啲啦，你見到呢個完全都唔係
亦都可能即係當你遇到一個好比較失望嘅賽果之後，你可能唉早知唔睇啦咁樣咯。呢啲可能我自己心聲嚟啫，未必係代表你哋嘅嚇。咁好啦，咁今場就講住咁多先啦嚇。咁希望嚟緊嗰4場都生生性性咧，都係嗰句嚇。抱住一個冇乜大期望嘅信心咁樣啲嘅信心去睇咯。OK，拜拜。